安尼就是表示讲嘛，安尼就是。啊，所以你感冒，这头皮真的不好。还有时间可以讲。我係唔做，我自己打肚子，按過我係拉肚子。我跟我三有配合，我跟我拉肚子嘅睇住。對啊，一冇人坐呀。唔係點樣好起來嘅？對呀，再多小步。爸爸，你要不要看一个恶心的东西？蚯蚓。爸爸，你看蚯蚓。爸爸，你敢看吗？你看蚯蚓拍的。如果它流不通的话，我们就往下。流不通，它不会。我再种一棵啊。然后之后再来养。我们还可以再种一棵哎。可以呀，很多。2棵还可以再种2棵。这里还有很多的瓶子嘞。这里呀。3颗。我先把水弄成。不够，我们去那里。我坐在最后面。